后来继续来到桃园的八德，伫个18号迄天的暗头6点外，发生着死亡车祸。一个17岁高中生骑机车载19岁学长，啊17岁这个毋但也未成年，阁有啉酒，阁骑真紧。结果这个转弯的角度抓无好势，全失控，弄到路边的电火条啊，2个人当场死亡。附近的乡亲讲，当地并无青红灯，啊，大家骑机车阁骑夭寿啊紧，讲弄电火条的车祸已经毋是第一届了。一个奥多摆连续掠过2台车，偏甲正紧，想袂到后一秒，敢若是角度抓无好势，过弯的时失控去弄到路边的电火条啊！车头的碎片喷甲规世界，车顶2个人拢摔车昏迷。机车车头的外壳规个拢无去，都知影这个弄甲车正烂。代志发生伫顶礼拜3暗时6点外，桃园北德区德源区28巷的巷仔口。17岁成年的高中生在19岁生开高中生过弯掠车时，无细力去弄到电火条啊！后来伫成年高中生的体内测出着酒精反应，敢若是啉酒了后骑车。因为车祸实在伤过严重，不少民众拢来关心，救护人员甲这2个高中生急救，杨过送病院了后，又晚伫7点外宣告救无活。因为路口无青红灯，大家车速拢正紧。现场我看到一台奥多摆伫过弯的时，骑无啥会知。这都是撞那根吗？对啊，一般都是这样子啊。哦，就你知道那根被撞几次了？我知道是2次的。2个人出车祸进程的画面也被公开。当时19岁高中生先来到这间干妈店，2个人才做伙骑车离开。我只知道那个男的满18岁那个买酒，我卖给他的，其他我真的都不认识，没看过了。2个死者拢是桃园中立某一间私立高中的学生啊。对于这件代志，学校回应讲，顶礼拜四已经甲共班的同学做安心辅导，下晡进行全学校交通安全宣导，强化学生骑奥多摆的观念。无驾照骑奥多摆，佮敢若食烧酒，2个少年人都安尼过身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